自2024年8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的赦免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第7章19到22节。所罗门完成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工程，伊顺利完成心内所计划一切的建筑。暝时，上主对所罗门显现，对伊讲：“我有听到你的祈祷，嘛经即所在做向我献祭的圣殿。我若甲天关密无落雨，也是命令草莓食农作物，也是降瘟疫伫我子民的中间，我的子民若谦卑祈祷悔改，离开因的歹行为，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，赦免因的罪，互土地搁再生产。我的目睭要看，耳孔要听，伫即所在所献的祈祷。现在我已经经即个殿，甲伊分别做圣，做我永远临在的所在。我的目睭，我的心，嘛要永远伫遮。你伫我面前会行做，若亲像你的老爸大卫，遵趁我的诫命，接受我的规例甲命令，我就要坚固你的王位。照我甲你的老爸大卫所立的约讲，你的后代会永远统治以色列。你若越走去杀我颁布互恁的规例甲诫命，去服侍敬拜别个神明，我就要将以色列人对我赏赐因的地，甲因背出来，嘛要去杀即间分别做圣，用来敬拜我的殿，互伊伫万国中做笑谈，受人讥笑。即间圣殿虽然受人尊重，到迄时经过的人会着惊讲：上主哪会安尼对待即个地甲即间殿？有人会应讲，是因为因去杀带因出埃及地的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，去信奉别个神明，敬拜服侍因。所以，上主互这一切的灾祸临到因。上帝的赦免。今仔日的经文指出，上帝选择圣殿作为伊子民献祭互伊的所在。上帝也选择圣殿作为伊的子民领受赦免的地方，佮应允要互因的土地再次繁荣起来。圣殿的建立，通互人为着感谢上帝，也是祈求上帝赦罪，前来献祭。因为安尼，圣殿是以色列人和上帝建立关系上重要的中心。圣殿的功能是透过祭仪，互人会罪得到赦免，重新甲上帝亲近，领受赦免，来恢复甲上帝的关系。总是不可否认的，人类犯罪是不争的事实。人连家己期待的理想状态都达袂到，何况是上帝所立的标准？人不断违反家己的行为准则，何况是上帝圣洁的律法？毫无疑问的，咱拢是罪人，而且也是背负罪疚的罪人。只有上帝的赦免，通除去人的罪疚感，恢复甲上帝的关系。咱的上帝是愿意赦免的上帝，伊的心意是爱要赦免咱，毋是要刑罚咱。关于上帝的拯救，当然包含赦免之恩。但利未书31章34节记载，上帝讲：“我要赦免因的罪过，
甲因的罪放袂记得。上主安尼宣布：罪的严重性在伫咱的恶行，互家己蒙受受辱，互别人饱受折磨。总是更较严重的是对创造主甲生命之主的叛逆，这也是人上邪恶之处。罪是明知上帝旨意，却依然五行五素，家己想要安怎就安怎，公然反抗伊神圣的权柄。只有上帝的赦免会当除去咱的罪疚，互咱恢复甲伊的关系。倒位有赦免，倒位就有新生命。因为安尼，当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就爱谦卑悔改，认家己的罪。人若认家己的罪，就会得到上帝的赦免。上帝赦罪恩典的唯一条件，就是人爱先认罪。认罪是认定上帝的标准，佮愿意降服伫上帝的标准。认罪就是谦卑承认家己的错误，甘愿遵坦上帝的标准。今仔日的经文毋仅强调谦卑悔改，要爱人离杀所行的歹。伫古代社会，悔改的意思敢若限定伫对所做的代志，也是所讲的话，感觉懊悔认定，并无涉及道德态度的改变，也是伫生活方式的改变。总是基督徒的悔改，除了认罪离弃歹代，也要活出上帝的公义甲慈爱，遵行上帝的准则。人若认罪悔改，就当得到上帝赦免，搁得到伊赐福。可见圣殿的礼仪应当彰显上帝的赦免，互人记得上帝为着赦免咱，付出极大的代价。赦免的极致就是耶稣的十字架。伫咱认罪之前，上帝就为着咱准备好势。伫要是罪人的时，耶稣就为咱死。上帝赦免咱的罪，赦免是上帝的心意。默想，上帝的赦免安怎互我赢过心中的见笑？上帝的赦免安怎互我赢过心中的见笑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赐予我宝贵的性命，搁用怜悯赦免我的罪，互我伫耶稣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求主帮助我遵行你的旨意，一生行伫正确的道路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